提醒觀眾朋友，飲水時陣定定看袂到，所以呢，唔通佇外口拍走。這落大雨呢，高雄高山也在飲水啊，水退了後，民眾也開始大變數。今仔南馬溪呢，也有車路納落去經歷封路。另外，佇大樹也有民眾傷亡，有一個婦人撲佇個水池啊面頂，救出來時陣已經無喘氣心跳。警方也推測講，將可能是無細力跋落去。這個大坑差不多佔一條車路，長10公尺、寬5公尺，上深的所在有70公分。意思是未堪這連續路雨入落去，警方較緊有封鎖線。就因為晚上黑，所以其實看不太得到，但是那邊就是很明顯的圍起來，然後不想說發生什麼事情。大樹區傳出有民眾傷亡，一個婦人撲佇池仔頂懸，救起來時陣無喘氣、無心跳。警方無排除伊是意外落去水底死亡。連續落雨，互高雄高山區的居民無眠。如果透早連續2波大水雨，互民團路含翠華路變水路，還有車歹去，甚至做月內中心的地下室攏入水啊！都已經到遮了。哇！我講來到遮就5站啊。高山3路同款積水是真明顯，水體啊，規頭殼攏是路溝埋，互民眾是有夠無奈的。無奈哦，昨天已經4次了，今天又1次。南部一大堆災情，總統賴清德去高雄台南勘災，嘛還有外界對做大水的南部加一寡體諒。預報地水的經費是比南部加真濟，建設的基地嘛比南部更較早。我希望全國的民眾父老鄉親能夠了解，那也敬請不了解，然後持續批判的人也能夠進一步清楚知道，不要說在南台灣淹水的時候又來批判，情何以堪呢？同款去到屏東來視察農村的行政院長杜榮泰，預無止勘災的言論引發在野的反彈，台中市長盧秀燕嘛表達不滿，找各種理由，而不是想盡辦法去勘災、去救災。我想聽在災民的耳朵裡面，心裡一定會非常一定在淌血。我們是依然定前說就安排要到各地去走，但是我們要先就內部業務費用的使用先做一個調整，這個也是立法院審查預算要我們做的，不是嗎？洪培平在幾啊工才來勘災，杜榮泰強調講，25總統含伊的行程早就已經規劃好，只是行程嘛是要先做好業務費用使用的調整，才當符合立法院對行政團隊的要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